Hello，大家，我要开学了，所以现在我要试吃这个，我一边读书啊，然后我要试吃这个 chocolate egg，还是这样，嗯，试吃一下，应该是这样，嗯，很好吃，不错，对吧？看明天我有上课哎，我们跟着这个时间表，我来收一下书包。对，嗯这个终于看，要做的话，我等下表示慢这样。那功课我全部把它已经是做完了。做。所以嘞，数学，你也上什么？你也上国语、科学、历史、华语。OK，先从这一个开始设起。外面在下雨呀，所以会比较收音会比较不好。哦，没有了。I can see through your love. That I can see through your love. Taking me out.
放这，放这。有拿了。在这边。雨伞啊，没有雨伞。帮你去找一帮我拿树枝。我觉得晚上要熬哎，可是我熬不出。光景我自己拿。那边好像有一个哎，这里。哇塞！没有人输，没有人赢，没有人赢。我问你一个问题，运动好不好？我睡觉。那你可以不要运动啊，小妹，那你可以不要运动。